喙腔癌是台湾10大癌症的第6名，当年大约是有8000多人得病。不过，医界就指出，其中有15%的患者无咧食薰、食酒，甚至嘛无补槟榔。这寡患者无认为讲家己是高危险族群，所以讲发觉的时阵，拢已经较济岁啊。医生就提出4点上有可能会造成喙腔癌的危险行为，咱同齐来注意。 预防非典型口腔癌4不宜迟。医界立委甲民间团体共同开记者会，呼吁国人爱重视排台湾10大癌症第6名的口腔癌议题。佮讲每年差不多有8000多人诊断去治疗口腔癌，而且男性发生率是女性的10.4倍。其中差不多有15%的患者无食薰、啉酒、食槟榔的习惯，属有非典型的患者。朋友嘛，家己出来讲。 自己上网买了一个防止磨牙的矽胶牙套，它不是牙科这个量身定做的，所以不是那么密合，右边有些溃疡产生的。癌症希望基金会表示，非典型口腔癌患者因为无认为家己是高危险族群，所以年龄层有较悬，女性患者比例达到4.5%，所以提醒应该都要注意4大风险行为。 有一些牙周病啊，或者是口腔卫生不良，跟 HPV 的感染有关。平常有很习惯吃一些太烫的食物。目前我们只有2个代号，一个是30岁以上的那个烟酒槟榔的患者，一个是原住民。那我是觉得司长，我是可以设立一个非烟非酒的一个筛检的代号。我们也是呼吁民众定期6个月就可以去牙医医疗院所去接受洗牙跟一些预防保健，还有做一些很基本的检查。 面对医师的建议，除了体检高风险病人，嘛应该爱增加非典型的族群。卫福部口腔师是承诺会召开相关的专家会议，进一步做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